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让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来，咱就开始咯。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算红，这方面这无别去，你一开场就随互我别去，我以后你的声我调较细声。你那么大那么细，我煞抓袂掉。真的吼。大家好，阿迪。今日个继续要来接续吼，咱的顶一集的内容吼，当然都开始的开讲共款袂使无。我都因为咱即届头前有迄款一届是拄着即个年假，是清明或者即个叫做清明哦，嘛有即款的讲法，就是拢白话音的意思啦。清明是文音读出来，一白话般清明。拢较熟悉清明节，咱一般较常讲的，但是较实有的所在是讲清明吼。那当然陪忙像我家己这边是较早就先陪啊，前一两个礼拜真侪人拢是安尼啦。阮安尼是安尼讲咧，陪忙甲地主是无共款的意义。对啦，你若详细要分，比如讲有当时我伫市场因伫讨论的时候，嘛讲比如讲我讲我搭一工去陪忙，我讲因嘛问讲，你是去陪忙还是地主？确实你若较幼路来讲，确实是有分。当然我也对一般人讲到阮陪忙陪过啊，我就较袂讲我地主地过都我就袂讲我家己对一般外人都无讲较幼啦。但是啦，阮遮大部分来讲有分真清楚哦。是，咱会使来甲大家解说一下无？陪忙甲对地主的差别。我咧讲哦，陪忙就是你要准备甲足青草的，哈，青草哦，不管你是有的是用碗。12碗啦，还是要用成礼，迄款恁家己欢喜。是。普通啦地主就简单咯，地主吼就是水果饼，你介意食的就可以啦。当安尼去拜拜，这就是较简单，这叫做地主。就是重点伫地主这件代志就好，其他就是简单为要。是，去行，甲伊探望一下，甲拜拜一下安尼。若陪忙都有诶是讲吼，爱连陪，咱遮下地是安尼啦。那新忙若一届陪来讲陪忙吼，你就爱连续3遍。以后再用地主。所以说讲咱遮是分真清楚。当然啦，你若是讲我就是久一年一届，反正咱大家族都会嘛。有当时来讲，咱爱较慎重吼，较点点一撮。当然咱就是讲，就是用陪忙，大家都拢会看，因为一人看一事都。一时啊尔，一时啊讲，所以大家都大讲吼，人济来讲吼，骨肉房家族迄款的真济房，因迄就是拢一届等于就是拢陪忙。对。咱一般家庭为小家庭就是拢几个人2-3人啦，4-5人啦吼，就是款一寡水果啦、糖仔饼啦吼，咱你介意食啥拢会使安尼，去拜拜。应该讲其实。地主是陪忙的规个流程内底一部分，但是因为咱一般的家庭啦，迄忙无遐大人，无遐济，简单的咱就是重点放伫地主就好，其他就是一切简单。你若大家族除了地主以外，规个过程拢最重要，包含你成礼要安怎看，要安怎拜，大家偌济人对，这可能拢最重要。拢会讨论啦，应该给讨论。这就变成因就是用陪忙，伊是规个过程拢最重要。有的是轮流啦。一房来，恁其他嘛是共款会带物件来，就较简单啦。今年主要成礼相款嘛，但是啦，清明迄日咯，当日地主是去忙布、汤布，佫有讲夜总会，若清明当日就是咱家己厝诶。拜咱家己，祭咱家己的祖先。地主你会当吼，清明咱今年清明是4月初5嘛，4月5号嘛吼。新历的4月初5。新历的4月初5，即嘛公定嘛吼。你进前的日子，前5天前1礼拜，你去摸布，迄汤布，吼。对，就是你有迄就是地主，对，迄款的啦。迄落蒙地迄啦。就进前爱去地主，还是讲你讲的陪忙，但是清明节的当日，正式是咱伫厝拜，清明
迄当日迄天是伫厝家己爱另外个制作sen，这是分开的哦，一定有。就是安尼陪梦啦、清明啦，讲实在嘛真复杂。还好啦，各小可无共款。我知影讲有诶像客人诶，因为惯势，因得伫过年。过年了，就是差不多元宵过后开始，就拢会使算讲因诶清明时间，因就开始会找时间去陪梦啊。是，就是去，我毋知用地纸无，反正就是因诶即个过程，甲咱时间甲咱无相共款。其实较早若以漳州后代甲泉州后代，就是讲漳州人甲泉州人其实伊个无啥共款时间，差一丝啊。有当时会都要踏做伙啦，有当时会无共款。像咱之前要定定捌讲过，即个3月初3古清明。古清明或者即个小清明吼，后壁有影爱赶回家。古清明是就是小清明时，较早是漳州人主要是即个时阵吼。清明节定定讲清明节，其实过去是泉州人较食伫个时阵。当时因为时间较晚，所以就无一定啦。这是嘛，互大家做参考啊。恁兜毋管是陪梦还是地纸，有诶所在讲挂纸，各落款讲法。那反正就是假嘛放了，该出去算嘛算了，梦啊该去嘛去好啊。无啦，所以讲吼，梦啊是安尼啦，有2种讲法，一个就是地纸，第二个就是陪梦。厝诶当日，阮是遮是一定拢爱过另外拜祖先。宜兰伫即方面的，即个惯势风俗其实是遗弃了较济啦，大家还佫伫照即个行。像讲咱即个中央节，其实嘛是定定拢有伫拜，真济所在拢有伫拜，但是真济县市是无伫拜中央节，所以九重阳节啦。所以有一款讲法讲宜兰是足爱拜啊，足济庙的所在啦。当然无一定是上济庙，但是确实是真济人伫无共节日拢会款拜的啥啦，这是确实。重阳节嘛是纪念祖先啦。这伫宜兰是。定定拢会拜吼，迄像市场内底诶生意就特别好，对因来讲是大日，真济所在就无安尼，既然是有，所以各地小可有无共款。那当然若是现代人定定较袂讲分甲较清楚，阮就是统一的有诶人讲都是陪梦，陪梦是讲，甚至讲我去即个肋骨塔啦，去看一个迄，伊嘛讲我去陪梦无紧，我反正伫咧就是大家就是有迄个心意较重要啦。只是讲若伫咱遮来讲是，确实会分较幼。比如讲我伫市场嘛是，若伫甲大家讨论开讲的时，伊嘛拢会分较足幼诶。即个是安那去创啥，你就敢若听伊用打一个词，你就大家会知讲，伊即个文化大家族啊，还是讲是较简单的一款形式。即嘛共款吼，那古塔吼，古塔迄来讲吼，因共款会去拜拜，共款当日厝诶清明共款爱拜。出来嘛是爱拜，对，但是你无纸通啊地，无所在，无伊地你蒙古点管，你无蒙古通啊地啊。迄对那古塔来讲，就是去遐拜拜个行礼礼啊，就是较简单一丝啦。对。时代的变化其实嘛真济一寡形式啊，一寡仪式有一寡改变安尼。对。当然第二个要甲大家讲，就是咱即个发布的日子吼，我伫咧Facebook 顶管有大概提起过啊，就是讲。因为第一是我家己伫目前还佫伫调整，讲到底当时发布对我来讲，发布咱的新节目的时间啦吼，对我来讲较适合啊，较袂遐压力较大，较袂遐忝，我必须爱找出一个对我来讲较符合的时间，是。所以讲，身体嘛是爱顾啦，工课嘛是爱做啦，钱嘛是爱赚啦。目前啦，暂时暂定吼是。按伫咧即个逐礼拜四，原本咱是主本咱是逐礼拜2个早起吼，那当做一寡调整，当然未来个调整无毋知影啦吼，但主要就是目前试看卖调整伫咧逐礼拜4个早起吼，共款的时间就是讲拜2变成拜4，那么希望讲咱听友共款继续到支持到收听安尼吼，恁有兴趣继续听。第三个要讲的代志就是即个爱特别感谢，就是咱即边即个施工的卖强吼。除了咱来讲故事，咱来拍哪了，咱来开讲讲话以外的内底咧，其实动用到其他的无共款的人来甲咱斗相共斗支持吼，包含即个一个 podcast 频道或者东话透中岛但伊的透中岛其实是用华语去转的吼，华语叫做透中岛动画就是囡仔迄个童话，毋是动画，童话毋是动画，毋是动画，是动画，童话囡仔讲的意思啦。童话透中岛，动画透中岛，这是一个
配音员，全部拢是配音员，正式专业的配音员，因所创立的一个 podcast 频道啦。因有特别请其中一位这个营养姐姐，所以营养姐姐来甲咱这斗三工斗收听，所以咱伫内底听着这个千后头一集，咱就听着千后的声，未来嘛还有伊的声啦，就这个妻子的声。姐姐甲你真感谢。是。妻子的这个配音，查某囡仔我实在叫不出来，所以请来这个专业的这个配音员，专业的播音员来扮演着咱的这个妻子的咱的主角，上重要的主角，虽然自头一集了拢无搁出现，后壁会搁出现啦，但是都是专工请伊来斗三工。第二一位咧，就是咱这个 Patrick， 除了咱是讲 Patrick， 我拢甲伊讲要请伊食饭，拢我有特别甲提醒过吼，屏东来是做工位啦，爱等有时间。无话我去啊。我你看你安排当时要去，我甲今日甲讲一下。嘛是太遥远咧，讲实在哦。当然就是安尼，咱好啦，有缘啦，有缘再来啦。去屏东一抓，讲实在比坐飞机到日本搁较远。阮厝边有一个屏东啊，拢叫伊讲屏东，我迄是足熟悉、足好的朋友在讲屏东啊，因即个即摆吼清明啊，因的伫迄边面嘛，即个太太因囝都登去屏东，阮后日拢讲迄个屏东啊，就厝边拢讲个足好势啊，转来特别提醒一下吼，这是人足亲近的朋友，讲讲生笑伊会使你讲，对一般人千万袂使你讲。无啦，人阮都会讲迄个，阮两个伫讲尔，无别人啦，迄啦。当伊转来吼，就送阮食迄什么润糕，我嘛毋知，嘿。润糕我嘛知啥咧，我毋捌食过，毋知有啊无啊，拢无啊，拢继续介绍。今日若知影润糕是啥朋友，我毋知因是讲润还是讲润，南部敢若讲润较济对无？日甲落的音，无啦，迄个使甲咱介绍一下。我使甲咱介绍一下呢。咱讲真久啊呢。但是嘛是爱特别感谢了，拍出我未感谢了，你讲去屏东去。有啦，我来讲感谢。咱讲话一讲就讲到屏东去啊呢。感谢 Patrick， 就是咱内底包含千里眼，千里眼即个是真正就是请伊来斗三工，来替咱即个配音，真高水的一个角色，一个叫笑一个角色安尼。那说来后壁嘛有伊的即个配音，即个咱就到先看，我拢会写伫说明的即个所在啦。大家若有兴趣了解一下吼，就是讲你有想要报名，咱听有想要报名，讲我对配音嘛有兴趣吼，我若会使甲我讲，日后我若是有一寡角色希望大家斗三工，我声质有限，我无啥会晓变来变去哦，我即个方向敢袂晓变跳。黄文哲啦，我毋是即个八音在主迄款路线，所以咱就家己的一个声调整好就好，若有人千变万化迄款的，咱就是佩服伊就好。迄困难咯。所以伫遮特别感谢两位啦，就是即个东华透中岛营养姐姐，啊个即个 Patrick 两位，Patrick 毋是东华透中岛的人哦，无共我今日南做伙大家乱去，分开的，惊代志安尼。好，安尼咱来讲转来咱的故事啦，当然开讲较久一寡，毋过嘛差不多啦，大概拢差不多。拢超过时间。好，咱开始来讲故事。好，来咯。顶一集，咱讲到即个陈金宝甲太平病院即个所在，咱嘛知影讲陈金宝伫宜兰是真重要的人物啦，只是讲伊的即个名声较无学弟蒋渭水遐出名，蒋渭水真有名嘛。咱甲即个找千后的代志讲互金宝先仔听，原本呢伊本正就足熟悉即个千后即个查某囡仔。金宝先讲当年捡到千后落去的纸条啊，甲大家真情提要一下，大家知影。伊当呢甲即个纸条啊交互你，望你甲伊斗解破，对无？所以咱今日就来看，即纸条啊顶面到底是何解咧？其实即个谜题真简单啦，咱有网友就讲一下就解开即个伤简单啦，伤客气啊，害我压力足大。只是讲，咱小可来嘛是爱来讨论一下啦，讲伊即甲图面有牵连嘛，你若无看图，可能会较歹去设想。纸条啊顶悬的是倒手边有一个奇怪的图样，成字阁无成字，图的外围有虚线虚线，甲即个图箍起来。
中咧嘛有一条鱼线直咱那个烫过吼，暂时咱是还毋知这什么意思，但是就是有知影有一个图，咱暂且甲这个图甲放下，正手边还有一段字，顶悬写讲，迄一天我接受了你的心意，自此就下定决心，不再丢敌。就算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咱两人从中拆散，相闪身了后，咱也爱背后相拼、相依相偎。相拼知影意思嘛？吼，甲徛做伙，背对背徛做伙啊！那照这段话来甲看，咱大概也会使知影讲，千号甲伊意爱的人。第一是双方拢有意嘛，伊是你甲我告白嘛，毋是伊一人孤相思嘛，因为伊是写讲我接受了你的心意，表示讲这是对方先告白嘛，毋是告白咯，告白，该告白啦，伊嘛有接受啦，而且千号嘛有应啊啦，有应伊啊，只是讲看来大环境真有可能会甲因两人来拆散，环境是啥咱毋知影，迄个时阵正是啊，1945年代。最后一年啊，对吧？二战最后一年，嘿。当然，除了第一站的意思咧，咱要解密总是袂使放过任何的线索。顶头即句话，除了说明千号的感情关系，是毋是也有可能是解密的线索咧？咱就对照着这倒手边的图样，参考正手边讲的话。就算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咱两人来从中拆散，你看伊的话是毋是讲着拆散？而且佫是从中拆散，就是为中甲拆分开。倒手边的图画正中是毋是有一条鱼线？你若看迄个图就会知影。咱若照这条线到中拆开，甲这个图拆开，就变成两地嘛。一个图变成两地。过来，伊讲相闪身了后，相闪身伫咧华语就是擦身而过的意思，也就是两个人经过对方，往离对方愈来愈远的方向而去。台语内底的相闪身无一定爱是人啦。除了讲两个人相闪身以外，比如讲两台车嘛会使相闪身。当然，你要讲相闪车嘛有，嘛有人安尼讲，但是咱有当讲我甲伊这两台车相闪身嘛，定安尼讲啦吼。佫有一个意思，小可像就做小可像啦吼，做相出路，嘛有一款的讲法。佫较简单讲，相闪，相闪嘛会使，但是只是讲相闪，但系可能会通误会，想讲无想要看到对方的相闪，但是无啦吼。当然你嘛会使甲伊相闪，都好像无要看到，但是你嘛有相闪身的意思，佫落意思安尼。毋过咧，相出路主要都咱讲相出路嘛，主要是讲正无拄好，明明就应该会拄着啊。比如讲，咱两个拢去共一个所在，说相出路无得，阴错阳差。所凡说一骹前一骹后，或者是拄好无看到，两个拢看无共方向。这就做歌艺定定嘛，拢做这个。则无拄好，两个台顶就大尔，两个人徛伫遐个看袂到，就是拄袂着安尼。所以讲两个人无相拄，若相闪身有相拄，无相拄就无一定。这事小可无共款，爱看你的这个前后为意。咱迄讲说相闪身，这意思是讲咱无拄着。但是若讲，我迄讲较像相闪身，就是讲我有拄着伊，咱可能还佫相照面者拍着招呼，相照面者，这意思无一定。那千号老的即句，即讲相闪身了安怎咧？咱也爱背后相拼、相依相偎，即个讲法。所以咧，拄则咱甲即个倒手边的图样对中甲拆开了，变成两地啊嘛，就敢若因两人共款，所落来互因相闪身，也就是倒手边的刷去正手边，正手边的囥对倒手边去。过来，因两个爱。背后相拼、相依相偎，对无？会甲夹做伙，囥做伙，两地甲合做伙，伊就会猜甲讲，伊会变成一个咱正熟悉的字啊，就是消失的失，失误的失，失去的失，是无毋对。安尼咱谜题就甲解出来啊，真简单。即个答案就是失这个字。得出即个答案了咧，你就赶紧爱去甲即个金宝先来讲咯。但金宝听你讲了咧，伊就讲。失，毋知是失去啥咧？是讲伫迄个动乱的年代，咱失去的也太济太济。物件太济，毋知影要讲什么物件。你想要找迄个囡仔，凡说会使往到西门安康头迄边去找看觅。遐南来北往，闹热滚滚，什么款人拢有，什么款货拢卖。
伊较早咧进接走去遐个市街踅踅行行，看遐个三教九流的人出出入入。迄时伊定定嘛伫讲行行出状元。若咪讲伊想要做医生，若咪讲伊想要做记者。总铺资料理，买做生意，大仓搁卖菜，花鱼破腹内，铁枪拍铁，文笔大师，伊逐项嘛兴趣起。愿望真济哦。伊怀定吼，就想要做的代志，就敢若猫仔毛啦。这个囡仔确实也聪明伶俐，好笑啊。如何呢？话讲到这，金波先就无搁讲落去啊。经历过迄个动乱年代的人，因过去所经历、所经验的一切，咱凡事会使知影发生什么代志，或也无法度真正体会因的感受啦。真侪复杂的心境，确实毋是讲一两句话就讲会清。所以有的人讲，你发现讲，伊敢若都无啥想要讲啊，就是安尼。最后咧，就变大讲啊啦。总讲一句，咱既然得到线索啊，当然任务在身，也是爱先来去找找后一个所在才好咧。但是这个西门暗空头到底是什么呢？什么物件咧？进前咱伫咧戏开天鹅宴，1演30年，戏开天鹅宴1演30年，就是这个讲这个解释歌戏天鹅宴的这个时阵呢，有讲到先红惊炮弹，掠水鬼啊来塔暗空，暗空这就是这个暗空啦。暗空咱当时是都有解说过啊，这个寒冻的意思。对，所以都无搁解说啊，那大有兴趣使去找来听看卖。看来这个西门暗空头应该是伫咧水边，或者是圳沟边、河道附近、河流附近嘛。才有暗空嘛，你无水要倒来暗空吼。若找到这个所在，咁就真实会使破解前后的秘密咧。咱小可歇困一下，咱们继续来找找前后的幽魂之谜。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伫这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咱就开始咯。嘿，无毋着继续来。我先甲我的标条较紧一撮，无看无物件。好来，咱顶半场讲到即个陈金波先啊，甲咱讲前后进前定定去西门暗空头细老的，表示讲即个所在稳当是真老，这才对咧。这个所在啦，哈。那这咱就爱来了解一下地理啊。咁咱城因为咱讲旧城幽魂，全部拢是伫旧城区走来走去吼。这个咁咱城咧是全台湾伫咧清朝古城内底上接近正圆的城，圆壳形，正圆壳形。早期伊的发展较老者就是伫咧瓦西边，像即个武营街、有营营就是营队的营，武就是武术的武，武营街就知影讲这过去可能有即个军队伫遐。还有即个康乐街，康乐街一般过去就是一个真康乐的，真快乐的啦。有健康无毋知影，但是一定真快乐、真享乐的所在以北的因为咧，即个感觉咱城是我担的即个宜兰河中段的所在。那较早有河运啦。是运输啦，清朝时代一直到日本时代前半时段前半期咧，
宜兰外来的货物，拢是为乌石港行好运正流。正流我伫咧网络顶介绍过，就是正流就是逆流，你若逆风就是正风，无错，正流正风吼。正流咧经过庆和桥，宜兰庆和桥卡即个暗坑头，也就是排水门的所在啦。吼，暗坑头其实就是底遮就是排水门。吼，佮顺即个西门沟，吼，西门沟入来到西关庙头前即个西门码头来组织西门码头，吼，迄个所在有一个，虽然讲是即个河港的码头啦，伫咧遐转运，特别是像啥。生活杂事啦，盐啦、糖啦，各厝的一寡建材啦，这物件特别多。所以讲，为外口需要进入来的，嘿，是，这物件特别多。那迄时宜兰河吼会行即个驳仔船，驳就是接驳的驳，驳仔船。若是到五一节的时阵啦，咱当开始天气伫反热，过2个月就到五一节，2个月、3个月差不多啦，因为今年应该是6月份嘛，新历是6月份，今年虽然有闰，今年有闰2月啦，但是嘛差不多啊，差不多足济吼，就是因到迄个时阵呢，就甲即个驳仔船，甲伊的顶悬啊船摕来划咧。要创啥？摕来白龙船做龙船使用啦。就看安尼。若较浅的所在，入来较内陆的所在吼，迄个溪水较浅啦。较浅爱用撒的。迄时阵就是用阿母船，人就会撒去，就是会徛伫咧水底，甲斗牵牛安尼吼，牛较像花球较内底。甚至讲伊会使入到圆山哦，咱知影讲圆山换山骹，但是因为过去有即个河道的关系，有即个溪水的关系，伊内底用即个阿母船啊、驳仔船是会使行到咱即个圆山山骹的所在哦，吼。所以过去货运是安尼入来，其实到了1919年的时阵呢，宜兰车头，咱之前捌讲过，若讲到车头，头一个什么意思？你乡说当讲神你安尼，乡咧说去讲神吼，火车站啦，咱若过去讲车头，头一个就是讲火车站，正式来启用了，就是宜兰车头啦，正式启用了，正式开始使用啦。豆豆货物转运的这中心就刷往车头这边来啊！咱知影讲真侪所在拢是安尼，什么所在起车头做迄个车头所，就变成遐老热。过去有的所在定定爱经过，尤其是港边河港边，就开始就会没落啦，较无人啊，因为就即个资源啦、人啦、车啦，拢为即个车头这边去啊，同款意思。所以西门这边咧，迄边就是无像过去遐尼闹热啦，后来就无遐闹热啦。毋过咧，真侪即个留落来的即个手艺啦、工艺啦，其实拢是集中伫咧西门迄旮搭，包含讲做棺材。做冷厝诶，嘿，就大厝嘛，做大厝、做冷厝拢有啦。吼，冷厝就是纸糊诶，即款厝啦。做大厝、做棺材、做冷厝诶，拢伫遐。后来政府其实嘛有去做一寡即个调查，叫做南城罢工。是罢工，毋是罢工哦，罢工是罢工，罢工是摆工，无共款。就是讲摆渡迄款，意思是100毋是100、200的百，意思是讲足侪工艺啦，无共款的工艺，百款安尼。百种啊，做南城罢工，意思讲真侪伫咧过去生活中，真侪行业啦。用会到的手艺啦、艺术啦，希望讲这技艺、这艺术有通啊传承，还是至少互大家知影讲过去有这物件，做这款调查。其实包含着拄则咱讲即个驳仔船啊、阿母船啊、做船的师傅嘛，全部拢集中伫咧西门迄边，拢伫迄个所在就对啦。一般来讲啦，你若要做即个驳仔船，就差不多当龙船的大细安尼来讲，当咱白龙船迄个龙船来讲，大约爱1个月到40工。做一只安尼，若师傅有请人，有骹手当斗3工，有要赶工，大概啊提早10桶工啊，差不多提早10桶工啊，就是讲差不多1个月无甲1个月左右做会了，若赶工来讲，若是搁较细只即个阿母船，一般2礼拜就好势啊，就真紧安尼，你若船做好啊，船主是要安怎甲船提走咧？迄个提走，叫人斗用啊。边啊，就是西门渡头啊嘛，因为咱就是咧港边嘛，河道就伫边啊，直接落水啦，直接塞落就好啊，过来也一个纸钱，孝敬这水面的一个好兄弟斗保庇安尼，兄弟啊，就会使正式来使用啊，所以是安怎
这个做船仔的嘛拢伫遮，罢工拢伫遮，因为你材料入来嘛是拢伫遮，百种的材料入来伫咧遮落货，我最后若要送出去嘛是为遮直接上花，拢伫遮转运就对啦。伫咧即个火车还未入来进前即个车头还未入来进前，即个好运上重要，所以所有发展伫遮。咱即卖转运站啊呢，过去就是这主要的转运站，然后转运站迄个感觉安尼。这真趣味啦，所以讲，迄当时西门安康头到西门沟边有一条沟，就是入来甲内陆的所在，这边是真重要。当然对着时代变化后来，这个西门沟嘛坎挂，咱讲淡水河无坎挂，毋通跳啦。但是西门沟是有坎挂，就变成西门路、西门路。安尼来的，所以你若去看宜兰市的地图，就即条细细条啊。西门路过去就是西门沟，细细条人嘛有徛名呢。就迄过去真重要呢。大家生活拢伫遐呢。既然知影讲千号较早定走去西门迄边咧，无咱就对伊的骹步来去看卖啊一个，看卖啊一个。西门迄骹搭就是离咱搭差不多，拄则咱讲人还佫伫咧太平病院外口嘛。差不多离遐差不多600公尺尔。近啊。共款是散步一下就到啊。你看咱每一个点拢离无远对无？我拄则我特别讲的每一个点拢差不多500公尺、600公尺。我甲你安排了4时。你若要来宜兰古城区算真实是会使照即个路线来行确实是会使安尼。即个太平病院边啊，挖过去就是城隍街、城隍街、城隍啊、城隍啊。城隍无毋对咱会经过即个在地，经过一个咱在地真有名、生意真好的即个城隍早顿店、早餐店。即间早顿店咧，除了即个软饼啦、饭圆啦，我今仔日宜兰腔下特别重，因为拢是宜兰市嘛。我就宜兰腔下较重一煞，就是卤肉饭啦、饭团啦，即个蛋饼啦、软饼啦、饭圆，这大家应该拢听惯习惯宜兰腔啦。我想软饼啦、煎软饼啦、饭圆啦、煎饺啦、豆奶啦、米奶这物件拢有啦，这正常的过来嘛有卖即个卤肉饭啊、空肉饭，即款全部嘛拢有。有的人可能感觉讲啊，早顿食甲安尼敢食会落？人惯势的人嘛是食毋过我知影讲，若是中南部真侪所在透早就去食饭无食迄落猪脚饭，食饭那像当我是完全拢无伫食早顿的人，我就是头一顿拢是中昼12点过后才有食，因为食久毋知啥物做早顿。为着身材吗？为着体格，为着健康，为着种种的原因总讲一句就是，我都当都无机会食早顿啦。但我知影伊生意足好诶城隍早顿店啦，是城隍早餐店讲想回去经过城隍早顿店了后咧，其实咱就会佫经过即个城隍庙嘛。所以做城隍早顿店就是你城隍庙边啊尔。毋过你打城隍爷即个互你的任务，你都还未完成。咱若是先卖一笔好，未交代你，无你说未交代你嘛？毋敢一笔，歹势一笔。沿路咯，咱就会使看到像即个观察店啦、花店啦、西装店、金纸店，像即人生大事拢用会着各种物件。过来咱就继续行，倒手边经过一间叫做灵会庙，其实过去叫做即个青仔卡单圣王公庙。是哦。青仔知影榕树啊，是，除了榕树嘛有松树的意思，伫咧遮是松树，是安尼吗？伊是交情。咱一般拢讲榕树，青仔有两款意思啦。一般咱若讲青仔，讲松树，一般讲的是交情、鸟松。有一个所在嘛，叫做鸟松对无？交情一款青仔的意思啦。若讲起着即个开江圣王，因为即个是单圣王宫嘛，单圣王宫就是开江圣王单元宫。就是安尼，讲到开江圣王全台湾开江圣王庙上济就是伫咧宜兰。有咱以前捌讲过。我大家讲一解占台湾差不多占1/4的呀，有够济，足济啦。这咱嘛讲过真济遍啦，就是宜兰伫咧1796年嘉庆元年，五沙带人跑一遍，想要来到这个所在来开垦，当着柑仔兰人相战失败，隔年也就是1797年嘉庆2年又过来主要族群就是9成的漳州人，漳州族群对宜兰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包含着咱的宜兰腔。对，还有一寡用词像笋啊，食笋啊，
进前就朋友问起讲，绳仔是啥？绳仔什么物外地件？朋友绳仔其实就是冰啦。对啦我毋知咱进前伫咧节目内底捌讲过无吼？有一款讲法讲，开疆姓王，但愿讲是将军吼，伊是爱领兵修正。你甲伊兵拢食了了，迄边来通。所以讲，宜兰人热天气热，爱食绳仔，毋是爱食冰哦，爱食绳仔。就是来啦，有一款讲法啦，饮料内底会使下即个绳仔角，都无下冰角，无你甲烤就食了了啊，袂使。捌有人讲，应该即个冰毒伫咧宜兰叫做绳仔毒，即款讲法。这个我听咧，即点是我嘛毋捌听过啦。拢讲冰箱，即都互大家做参考。但是你著讲到冰箱即件代志，特别爱甲大家补充一个毒甲箱即件代志啊。冰毒嘛有讲，冰箱嘛有讲。其实毒甲箱小可无共，但是咱这拢共款，因为受到华语的影响啦。华语无分，华语就是冰箱，就是一切就是冰箱。我管你大卡细卡拢是冰箱，但是伫台语内底其实有小可有差哈。一般讲箱是细件，毒是较瓦人的关度的大细的这款物件空间。一般家庭，比如讲啦，我举例互你去做参考吼。第一，比如讲咱讲三毒。烫树俗称叫做烫树，有日来的烫树。但是咱只讲三毒绝对是大开，来更较济衫。册毒绝对毋是两价迄款的，册毒是较大，高差不多平悬的。碗毒，这碗毒嘛毋是打细也是较早迄个古型的，迄款嘛是大卡。对，打拢足贵的，你打下要买迄足贵的，迄拢虽然讲是半古董啊，老件，迄拢爱去专门伫卖即款的店买，迄拢足贵的吼。即个碗毒、壁毒，壁毒嘛是拢大卡，都是大的，对无？遮大的。若箱一般就是较细，比如讲纸箱。纸箱有一款共款底衫叫做衣箱，衣箱，是衫，袂较袂讲衫箱啦，衣箱，过来即个戏箱，戏箱底戏服啦，底道具的，即个皮箱，一卡皮箱的皮箱，所以讲华语讲的冰箱，你若厝内用的较大开，几落会门的吼，比如顶洞、下洞、冷洞迄款的吼，迄款的其实伫咧台语应该是叫做冰毒，无错吼。你若是习惯啦，你若是饭店。也是即个李霞即款的，外口少占大，细卡，也是讲你细厝伫咧外口喎，细台啊迄款的，迄当然就会使叫做冰箱，小冰箱，就是做冰箱。所以这就是互大家做参考。当然，你打讲冰箱，大家嘛知影。你用大卡，你讲冰箱，大家嘛知。但是你若希望讲你的台语，搁较有迄个气，还是讲你分甲，因为台语既然有分较清楚来讲，有路的分别，这是足趣味，这是文化嘛。咱对大细足重视的。这是咱就会使用毒这个词。咱就会使用毒，比如细碗，咱是用碟啊，毋是。特别你就袂使讲碗，就你摕一个碗来，我就真正摕一个碗互你，我就袂摕碟啊互你。你就算讲你摕一个碗来要倒油，我嘛真正摕一个碗互你。等你讲摕一个碟仔来，我就知影。这就是一个差别。我讲无共哈。咱对大细，台语内底对这个较有路的物件，其实足重视的。所以你若有希望讲，我的台语会使搁较有这个气口，冰毒讲是厝内讲的物件啦，你就是一定比冰箱搁较水气一丝啊。这就是看人啦。帅哥，咱是毋是走伤远去啊？袂啦，我都反正我都是无伫甲你管时间的。好啦，嘛，今咱继续落去哦。这段开始是我另外增加，无伫我稿内底啦。所以讲咧，走你都负责甲我扭转来就对啦。来，伫咧咱介绍开疆姓王的这个绳啊，甲这滴滴嘟嘟的东西咧，咱嘛行到了这个碧霞宫。这个碧霞宫的碧霞听起来敢若隔壁阿桑，也是这像的阿某的感觉，真有无？其实咧，这是出自碧血丹心梦晓霞这句话，也就是这是岳飞庙，岳飞庙，岳飞庙其实伫咧台湾真少哦。你莫看伊安尼是武庙，伊甲宜兰的北管的关系嘛真亲哦。咱过去嘛讲过北管的故事，虽然讲是灵文灵武啦，真高武安尼。这个碧霞宫咧嘛是真趣味，以后咱有机会再来讲起。顺碧霞宫边啊，这个碧霞街沿路行落去，来到旧城西路，佮顺旧城西路咧行落去，会使看到一条巷啊。咱来重点来啊，叫做光大巷，光大巷。
弓就是即个咱讲施工的迷宫，迄个施工的工，嘛会使讲弓，宜兰腔讲龟，台就是即个大小的大，迄个大吼，讲大项。咱要找找迄个前后伫迄个时代一寡线索，看这来遮看卖。因为真侪物件已经拢翻新，咱看袂到，但遮敢若有保留一寡较古早的物件，凡说伫遮看会到，咱来遮甲找看卖，凡说会藏伫咧即个公大巷内底。今日物件看卖一个咧，公大巷属于即个岳王社区。岳王是啥物？真歹念吼，岳王就是岳飞。二王，二这个字歹写，两个口，搁一个迄个迄字二，下二会晓写无吼？但是倒手边下骹小可改一下吼，怀疑的就是恁家己去找讲变大改说即个汉字啊吼，真麻烦咯。无我可能2点钟给开了吼。岳王社区就是甲开啦吼，讲大巷古早嘛号做后尾巷啊。我后尾，也就是讲。徛街较我后尾的所在啦，嘛有人甲号做猪走啊巷，猪走就是猪的走，较早就是太猪的所在，毋是你是太猪的所在。猪走啊，伊的巷仔尾就是接西梅路，都有讲到西梅路，就是较早西梅沟，探到西梅暗空头，就是安尼来。安尼咧，拢是毋是拢甲接起来啊？咱都行西一段吼。头前甲你讲有一个所在叫做西门暗空头，咱为新丰街就是你即个太平病院边开始沿路行来，就行到即个所在吼。自头接到尾，自尾搁翻头吼，敢若即个倒倒片啊，拼图共款倒倒片啊。我逐地嘛甲你囥甲倒吼，我讲故事就是安尼，我跟你讲。但是定定会走前，半路会走较远一撮，讲搁坐定来，坐一撮咧嘛是会搁甲你带定来，你放心。我袂记你起来要讲啥，我写稿就即个好处，好无？我可能我现在一定爱写稿，因为我可能会抓袂得。歪路啦，愈讲愈远去啊！你可能讲到其他时代去吼。咱今日讲大巷，会使察觉讲，呾整理了真整齐，袂互人感觉什么后尾巷啊啦、猪走巷啊啦，较无迄款暗嘛是无清气的感觉啊。原来伊是2001年的时阵，伫咧咱即个施工的迷宫头一集，也就是旧城幽魂迄集内底。捌提起过即个温先万黄生远温先万建筑师，还有伊的团队叫做参中建筑师事务所做伙，含即个在地居民还有艺术家，因利用宜兰的在地建材来做环境的美化，还有围墙啊咧嘛甲降福家，顶悬刻真侪即个有真趣味的物件，比如讲旧城区的地图，我哋使看到迄个所在旧城区生做啥物形。顶悬还有写即个西门路，较早是西门沟即件代志，还有即个岳王社区过去的发展啦，吼等等。遐个壁面咧，遐个壁面还有一百参考1906年台湾宝图，甲甘仔咱听字的即个西势大溪水文图，西势大溪，西势大溪其实就是大溪嘛会使，然后西势大溪就是宜兰河的前身啦。较早有做西势大溪或者西势，我无确定伊到底念做西势还是西势，因为这是足古早的，拄开始清朝时期的讲法，迄时阵较无记录讲伊到底发达一个音啦。较早咧，甲即个东势大溪咧，也就是后来的南洋溪是出自东源。即个水文的变化以后有机会，咱就甲来讲啦，遮就莫牵伤远去啊。来，因遐即个徛街内底有一间旧厝，叫做潘梯，梯就是即个住宅的宅。后壁咧后院有一口古井。即个古井是嘉庆年间甲建成差不多共时间做的而且迄时阵就是翻修交应宫，咱头前讲交应宫有翻修嘛，建成时翻修过，甲迄个时阵的交应宫的师傅因来拍的井200多吨，已经个当200多吨古井当然有导览的活动的时阵其实你袂使去试看卖。这我毋知咱有讲过无啦，讲。取井水无号做拍水养水这叫做取水啊。台语安怎讲？取水啊。敢安尼讲？有水啊。敢安尼讲？无安怎讲？抢水，会记哩无？清啊啦。但是我当讲即个动作，咱做抢水这是专门的词啦咱听友爱记哩，你若去外口算有一寡所在有古井抢水，你就会使去讲你要去抢水但是你若即个要抢水，一定安全，一定要特别注意啦。因为古井较危险，你若人跋落有当下无法简单起来。
这抢抢水的这个汉字赶快写作上水，上就是这个上台的上，上台的上，上台的上。但是这个词专门的词叫做抢水。为什么我那叫做抢水？抢水，嘿，这是较定的。嘿，我较早伫带导览的时阵，定讲到抢水这个词。嘿，讲对来这个壁面，伫咧水文道的边仔有一道这个石刻的壁面，边仔写行行出状元。真好。顶悬刻出一地一地各行各业的图画，也就是讲咱捌讲过。西门这边的这个南城罢工，各种工艺技术，你沿路甲哪行哪看，一地一地道道啊看，有大目，大目是啥？大目就是起出的目像木匠。大目，嘿，叫做大木，大木博那 Pokemon 就是大木博士，你若有伫看 Pokemon 的人就知影大目，因为目像有分款，这专门伫起出的大目。有水命的，有做纸艺，也就是冷厝啦，咱都讲到冷厝，有专门伫盐家顶个就刻一百顶个写盐家，我都有一个人伫盐家的图安尼，这嘛是专门的技术呢，有人家咧，傀儡，人家咧，有水，有人讲水命吼，甚至有一地叫做鸟泥啊，就是做鸟泥啊，鸟泥啊是啥个会记哩无？鸟泥啊，都一种食的粉啊做的啊。嘿，打华语讲水晶饺，无错吼。其实你若华语用猫耳朵来讲，其实当指的是中国北方的一款即个面点吼，一片一片安尼，但是是面，甲咱当讲用即个粉去做出来，即个水晶饺是无共款。依然你讲水晶饺，袂讲水晶饺，无人安尼讲吼，咱讲鸟泥啊，这是依然正重要一个讲法。当然有诶所在，据我所知啦，听无，没啦，讲鸟泥啊，咱一定知影啦。咱家己知，外围可能毋知啦。外围据我所知，其实较古早诶讲法，有诶所在佫有留落来，会讲叫做水饺。嘿，当诶水饺甲过去诶水饺是无共款诶水饺哦，这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当华语讲水晶饺，较早伫其他所在叫做水饺，即个水饺甲咱当讲甲当讲诶水饺是无共款。对，嘿。对，我伫有。即个打讲的即个水饺，应该是为即个中国对着即个外省移民吼，就是咱讲1949年了，东北迄边的移民，中国东北的来到遮，甲因遮的面点的遮个功夫走来了，迄个物件反射伫咧因的华语内底嘛，吼做因的语言内底嘛做水饺，搁慢慢啊南就取代了咱原本的讲水饺是伫讲即个水晶饺即个物件，为着要分别了嘛，搁嘛就无咱即个物件，鸟泥啊即个物件。无就讲好做水晶饺，安尼华语内底佫加好一个名。当你伫咧哪看哪行，看到一块牌啊，吼是刻即个总铺伫指甲，吼主食啦，伫即物件要食，迄感觉香香，毋知影为倒位传来阵阵的香味。品起来呢甜甜，佫带有即个米粉香，米粉的香味，奇怪这是倒位来的咧？这都无看到人伫卖物件咧，这巷仔底嘛吼，讲敢若嘛毋是为遮附近的遮徛家传出来，你哪片哪擦到讲无啥对咧，这边哪会是为即面壁面传出来的？壁面会传出即个米粉香味。无人伫厝啊。当你啊，伫囂疑的时阵呢，壁面即个写总铺即个牌啊，内底的人竟然开始叮当起来啊！哎呦喂，即个石刻壁面石刻出来的人，当然啦，已经经过遮尔济遍的经验啊，拄鬼拄较济遍啊，拄神拄鬼拢有，你已经真惯势啊！插伊是人是神也是鬼，是实体也是石刻，放伫片仔网咧。都甲妹就对，照问啦，讲妹也是爱妹啦所以讲你就是对即个石刻顶面的即个，敢若是总铺模样的人来解说中讲即个关系签好的代志。还就是你的任务啦，成风也有交代，任务总是要甲成风也搬出来嘛。对啊，即个总铺石刻听到你伫遐讲即个遮话了咧，伊就甲头挖过来就对你来讲话咯。伊讲。我毋是某一个人的魂体，论真讲啊，我是长期以来真侪总铺师伫遮徛起，留落来一点灵识甲记忆。虽讲我本人是捌见过你讲的签号啦，毋
毋过我的记忆当中，确实有人熟悉千鹤。我看卖咧，你要找迄个号做千鹤的查某囡仔，个性活泼，甲阮遮的做事人讲话嘛无迄个千金气，大家拢真听伊啊。对咯，大空袭的前一冬啊，有一日，伊兴起起走来找我，讲要爱我替伊做一款日本人的四手啊点心啊。我总铺呢，我拢是做大菜，我会晓的手路菜是百款呢。都无即款呢，落尾伊讲要画迄款点心互我看，谁知到尾啊，煞互我即张纸啦。做一下点心，怎会敢若会晓迄个规池生发的算术呢？我够胆嘛是看无啊。无安尼啦，你若是解出来，我就甲你讲伊过去定去的所在。无的确啊，伊还阁会伫遐徘徊哦。这个总铺灵啦，照安尼讲起来是总铺灵，其实毋是某一个，是真济总铺过去。因为咱这个百工图顶原无共款的嘛，可能留下真济这个意识。互因有一个通啊依附，或者附伫顶悬的这个意识安尼。伊讲完了后咧，壁面的空棚竟然吐出一张纸。咱之前捌讲过土甲土的差别，这之前就是吐出一张纸哦。落伫伫这个土骹，你甲捡起来。本地想讲要搁加问几句啊，所以察觉讲石刻又搁恢复成原本的模样，无反应啊啦。有够奇迹的安尼。看起来就亲像一块普通的石刻共款。看来若是无解出即张纸顶悬的谜题，是无法度搁叫出总破灵啦吼。你甲即张纸甲摕起来，摕互我详细甲看，图面真简单。顶悬有两款点心的图啦，当然讲到点心嘛，讲日本人的点心。这个上倒手边咧是一款号做这个日语啦，号做哆啦 A 梦的点心。哆啦 A 梦咧，伫咧这个华语号做铜锣烧。哆啦 A 梦。圆中扑起来，台语翻译会使甲号做，比如讲东螺糕啊，差不多这个感觉啦，糕仔的感觉。正手边咧是另外一款叫做太焼き的点心。太焼き。华语号做鲷鱼烧。我毋知你食过鲷鱼烧无？这毋是鱼仔摕去烘哦，这是共款一款点心。一种的名称啊。你甲想讲，咱讲的车轮饼啦、红豆饼，做成鱼仔的造型，大概这个感觉。只是讲伊的外形确实真像鱼仔啦，就较薄一撮安尼。台语咧，我感觉讲你嘛会使叫伊什么鱼仔糕啦、鱼仔饼啦，或者是配合较日本的感觉，你也讲做加一个小字嘛会使，比如讲鱼仔烧，讲嘛无要紧，这其实拢真好喝啦，表示讲甲咱一般即个糕啊啦饼无啥共，嘛会使用即个方式。是讲宜兰夜市啊，我毋知大家知影无吼，有一款点心，一款四手啊，叫做拄好烧，懂影？生意真好，大家逐工爱排队的，伫咧宜兰的夜市啊内底吼，这两款点心讲当然讲即个哆啦 A 梦加即个太焼き，两款点心的中，即张图面顶悬，搁有一个即个加减减迄个加的十字加号，或者加号的十字。鱼仔烧的这个正手边，搁有一个顶号等号，等于迄个符号嘛，顶号。看起来敢是这两款点心内底有做骹手咯，毋知顶悬一个敢即个算术共款嘛，都让即个总破灵嘛。这个等于什么东西？总破灵都嘛伫 complain 嘛，讲奇怪，做个点心顶悬，佫敢若算即个算术共款呢？算数吼，即个数是即个术法的术，术法或者是法术的术。这毋是即个数字的数，数字的数嘛念作小嘛，念作数，但是无念作术咯，无共款。数数的数。你甲斟酌看，伊上下骹佫有一排字哦。顶悬写讲，也许咱是一个错误，就算如此，咱也爱勇敢徛做伙。就讲即句话尔，也就是几个图片就讲咧，这有个什么意思咧？共款，若是有要改变的听友，咱的听众朋友来改咯。请你到得来开讲的 Facebook 来，或者是 Instagram 看图面会较清楚啦。若是 Podcast 软体即个封面图，因为我感觉
拄则看即个讲的即个水温度真水，所以想要互大家看即个。反正我会较想要囥迄张图啦，目前是还袂决定啦。反正就是讲你若方面图无看到咱的即个卖地的图，你就去 Facebook 还是 Instagram 找就有啊啦。大家知影即个。好，最后共款，就咱遮即集就特别结束啊，就共款请即个 Patrick 来提供即个助念的结尾词，共款邀请大家，欢迎你毋免模仿任何声调上，用你家己的声都会使来念即个结尾词，来寄互咱，寄互我，拍拍手，我会甲你放伫咱的结尾的所在。那即边呢，又阁是啥物款的声哨，咱就做伙来甲听看觅。唔知影大家对这集的内容有啥物款的想法呢？这一集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r. Box、Firstory 留话互我。或者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 还是 Mr. Box， 嘛希望你会使留下5粒星的分数，互阮一寡鼓励甲支持。另外，伫 Facebook、Instagram 查出野讨聊聊天，也会使看到更加侪节目内容的补充哦。好，来日本人的点心是马蹄。哆来亚去加台亚去，到底会变啥回？台亚去，时光的迷宫进入第4回，你敢约会出故事要安怎收尾？欲知详情，后礼拜咱搁再收听咯。继续收听，感恩，谢谢，多谢你，来，拜拜，拜了。